加九啊，加叫九。啊，以上的是应该是数字的部分，应该是钱的部分。十、八、百，甲是百。为啥是要学台语？因为我是台湾人，无啦，因为我母音是台语啊，我的母语是台语。啊，你若讲为虾米？就是我母语是台语啊，但是我竟然袂晓拍，我是感觉讲我应该爱学啊，你知影我意思？千，个万是共款啊，了，我鸟时间认头有吼，鸟，有歌呢，有歌，这嘛是注意。你看，这拢是境界告载哦，这毋是黑白好笑诶，这是今日是1961年，嘿，我先讲这个哈，这毋是我今仔要读物件啦，所以先安尼好。过来就是开始啊，会到顶咧，到顶好，继续教。即马是第四课，第四课是我噪音啊，第四课是历史用语无知晓咧，无要紧。历史韵尾，这个是后壁迄就是你后伊要安拍，p t k h，敢是安尼？这我念，意识来，应该毋是哦，我看下，意识来是啥物件？头仔讲过嘛，你若想要拍的时阵，你会使 ISEKLIAT 甲 space， 意识力，我看伊要等，伊这个玩，我先看后壁好，玩，台湾的玩，益，过来是看一下咱的意识力，你若要查意识力嘛？那后壁会加声调的部分，头前者是意识力，伊是13，应该是13，意识SEK 无写掉，力 LIAT， 是应该是3声无毋对，无是哦，2声，毋是呢，靠腰，无是几声？意识2声1啦，2声1，这你看我写了是袂晓，所以我嘛是豆豆练。靠腰啦，是安怎？意识力，有啊，意识力，无，迄是8声。意识力，这是8声，力要安拍？应该是 LIAT， 应该是这个，嘿 ，LIAT 8 ，LIAT， 无，我袂用伊拍。安尼才看有，你 LIAT 8你 LIAT 8拍了个起始space你就出来。意识力，个听一个。意识力，好，会使。咯，继续。大家拢会袂记呢。up, at, it, ut, yat, ak, ek, ok, 应该是嘿，这个你拍的时阵是伊无伊啦，伊会有伊，就是一个叫错误的声音，就是这个有点的是，刚刚头前讲过是两个你拍的时阵就是两个搁一个 H，搁拍 space 就出来，这是最后一个是好，下一个，靠压力创第四课，歹势，有声。伊遮有一个做记啊，伊这是
就是合唇音，就是字正音，字正音是啥物？就是你的指头啊，这应该爱看我。看啊，你的字伫你的喙齿的顶头，过来是克，抓字根，克，应该这应该是无啥要讲的啦，那袂晓去讲，靠腰就是安怎，会使，好是后色音是啥？台语有入声，有听你讲。四种韵尾来代表入声，分别是 P 尾、T 尾、K 尾、H 尾。入声韵尾是一种喙型，爱结合其他母音才会得发音。P 尾的入声是合喙音 ，T 尾的入声是字正音 ，K 尾的入声是字根音 ，H 尾的入声是后凸音。好，你无咧换咧哦。第一段。好。up。靠腰无啊？up。水鸡叫声，好，咱查一下水鸡，不要怕。靠腰毋是迄青还是迄？这个青，水鸡啦。水鸡。嘛有人叫水鸡，水鸡甲水鸡。好皮蛙，好皮鸡是物件？写了后壁会教啦，写到今仔日就会教了，写今仔日就会教了。我今仔看课程应该是到第10课。up。我的画面无使，会使，你去倒位啦？你会知啊？第二抓。一，无一克哦，没有，无 ik，一，真两三四，一。第三抓。一，哪会听无啥出来？这教材嘛淡薄仔奇怪呢，但是你应该是，夏威夷呢？夏威夷的就是这个 ih 哦。第三抓。问到想要拍，问到，你拍 UT 看觅，你若找无，你拍 UT 看觅，但是敢有问到伫到。毋是问到呢，应该嘛会使叫问到啦，到 tau 二声，有电无电有电哦，敢是迄有，看者UH。口误啊，这才有有的，口误啦。这我拢带过啦，因为这个是范例一寡语言。第四抓。风是啥物？风，敢有这个字？风哦，有哦。风哦，风毋是风，
会风，会风，先锋，会风。这个是八声哦，是你若要拍的时阵是 IAT 八声，才会当拍出。敢是共款，共款，好 IAT 八声，安尼靠呀 IAT 八声 ，IAT 八，会风。啊，过来，诶，亿，亿，一亿两亿个亿，这应该无问题。会，会运，第五蛇，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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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听起来拢共款的。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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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安尼哦。恶，恶，恶，恶一，恶，恶，恶。学习，哦对，我之前看 P 的时阵拢是听，比如讲学习，双手学习个学习，迄学习是 SIP 是习，你的喙是合起来习，我应该都免用我的面啦。第二，第六蛇，第六怎？二，蓝机椅，二苗，看二苗要怎拍？二苗敢呢？二苗，我是凊彩药的啦，毋是呢。我连二苗都袂晓拍。二苗哦 B 呢？伊是 B 毋是？二标，二苗。我真正较袂晓是注音的部分。二苗安怎拍？二苗，这个二是三声二是 O3 BIA U 7 O3 BIA U 佮复习一解 O3 BIA U 7，你安尼查的时阵，你就会找到二标，伊的字典是安尼运作的，互大家参考者。好，教了呢，第四课教了，巧呢，较紧的呢，紧啊啥？第二课，开始我上着来注音啊，注音才是重点。